GG，冇打錯字，冇打錯字。石硤尾匯豐銀行縱火案，好，開波。咔嚓！我希望你聽到，我知道今次係我嘅錯，但你有冇諗過嗰日早上我問你嘅嘢，問你係咪去街，但你又唔答我。滿面沮喪嘅朱寶光啊，哽咽住咁樣講咗呢一段真情嘅獨白嘅同時，腦海裡面就諗翻起2日前妻子阿姨怒氣沖沖咁執拾晒隨身物品離家出走嘅情景。唔好走啊！喺暗黑中嘅走廊入邊啊，朱寶光猛力咁扯住阿姨嘅衫袖，想挽留佢，但阿姨去意已決，一手將丈夫推開啊，就跑到去 lift 前。唔好走啊！朱寶光尾隨咁繼續跟住，但連電梯門啊都彷彿好似同佢作對咁。對門一打開嗰陣時，阿姨就啱啱好入咗去，跟住就走咗啦。朱寶光眼前嘅佢就喺走廊中咁樣消失咗。心力交瘁之間，朱寶光不知不覺咁激動到流咗一身大汗，腦海裡面一片混亂，雙腳軟弱無力，幾經辛苦啊，先翻返去屋企度。但佢已經唔想再踏入呢一個家，因為呢度裏邊已經冇佢令佢留戀嘅嘢。諗起呢一個晚上，仲有聽晚後晚，餘生嘅唔知幾多個晚上，要喺呢一度忍受住漫長嘅孤獨。佢嘅心裏面就一直喺一個無底深潭入面咁樣繼續下沉，心仲係好凍。雖然妻子已經唔係第一次咁樣咁絕情嘅態度，頭也不回咁離開呢一個家，唔知幾多次。佢哋為咗唔同嘅瑣碎嘅問題喺度爭吵，幾乎已經到咗決裂嘅地步，但唔知點解又修復翻起嚟，好好醜醜都仲算係一個夫妻嘅關係。佢唔知點解要不斷咁對待自己，呢一次已經係佢第3次冇翻屋企。佢從來都冇離開過屋企咁耐嘅。妻子喺娘家嗰一邊都話佢冇出現過，天大地大，佢到底去咗邊一度？係邊一個收留咗佢？3日以嚟，佢都冇好好咁瞓過，一眯埋雙眼就諗起阿姨嘅身影喺度若隱若現咁樣晃動。佢心諗：點解我要受呢一啲煎熬？我咁愛佢，咁關注佢，點解最總係唔領情？到底我做錯咗啲乜嘢？即使啊，就算佢老婆對佢動粗啊，都只不過係關心佢。唔通佢冇聽過打者愛也咩？佢到底知唔知道我幾咁愛佢？忽然一陣心血來潮，佢擘大雙眼，有 follow 啊！佢擘大雙眼，佢諗起一個女人，冇錯，一定係佢。除咗佢，冇其他人會收埋佢個老婆。嗰個係佢老婆嘅好朋友，兩個人成日走埋一齊，朋友有難，佢點會唔理啊？一個女人真係好多事。以往啊，一切有所有啲乜嘢鬧交嘅嘢啊，一定係佢呢個朋友啊教佢老婆啊喺度唆擺佢，離間佢哋夫妻感情。冇錯，千真萬確，一定係呢個是非精嘅錯。但而家嘅佢啊，可以成為佢同埋佢老婆嘅溝通嘅橋梁。佢要話俾佢老婆知，自己內心有種種嘅悔恨、愛意、寂寞。最少唔好再令佢有一啲寂寞無聲嘅屋企入面，喺呢個黑暗入面繼續下沉落去。佢已經忍受唔住呢一啲嘅日子啦，佢冇辦法再正常生活落去。佢要將自己嘅心情啊，透過一盒錄音帶啊，好好咁表達自己。佢向嚟都唔識表達自己，可能係因為冇好好討好過老婆嘅原因。但佢願意改，就靠呢一盒錄音帶咁開始啊！
我真係好中意你，好幾個晚上都瞓唔着。我希望你能夠翻嚟揾我，永遠愛你嘅丈夫上咔嚓。佢用一個紙袋啊，載住呢一盒重要嘅錄音帶，包到好一好。無論如何，佢都一定要將呢一盒帶啊交到佢老婆身上。只要佢老婆聽到呢一啲心聲，佢一定會回心轉意。至於嗰個麻煩嘅是非精女人啊，如果佢仲要喺度從中作緊嘅話，佢一定要俾啲顏色佢睇。任何人離間佢哋夫妻感情，一定冇好下場。好啦，講住咁多先，我聽日再講落去。咁我食飯啦，晏啲繼續玩 DBD。好。食嘢先。